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上個星期五晚，美國發布咗5月份嘅非農就業人數數據結果。呢一個數據結果就令到市場嚇咗一跳啦，因為個數據只係得3.8萬個非農新增職位，呢一個數字講緊係差唔多6年嚟嘅低位水平嚟嘅。喺呢個數據一出之後咧，美匯指數就急挫落嚟啦，講緊係由95.5水平急跌到落去93.8呢一個嘅水平嘅，即係反映咗大家即時就覺得嚟緊6月份加息未一定係唔會發生啦，咁所以就變咗有呢一個掟翻個美元出嚟啦，咁啊拖累呢一個美匯指數走勢。喺呢個美匯指數急跌之下啦，日元係會受惠嘅。現階段個日元應該就唔會係嚟自呢個加息嘅擔憂，而係追捧日元啦。相反地，反而係大家會驚，因為美國嗰個就業數據咁差，其實係咪反映到美國嗰個經濟都係較為脆弱，亦都係一個不確定性啦。喺呢個狀況之下，大家就會係去追捧呢一個日元，去抵抗呢一個美國經濟不確定性嘅風險。咁因此咧，美元對日元短期間咧應該都係會有一個下跌走勢。今次下位更可以去到102至到103呢一個嘅水平嘅。當美元對日元有少少整固，去翻貼近109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喺度建立翻一個美元對日元嘅淡倉盤，下望102至103水平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